谈恋爱，李雅婷可以帮你，要亲要抱，他都可以配合你。你只要他就好啦，根本就不需要我啊。那你告诉我啊！放开我！你告诉我你是怎么想的啊！只要你一点头，我随来恁母提亲。告诉讲哦，雅婷若真正介意你，我会祝福恁啦。每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你可以帮我探听一下你堂哥的口风吗？我想知道警方目前追踪 Andrew 的进度。确定是安德烈吗？你现在是在威胁我吗？我只想搞清楚哥真正的死因是什么。那么喜欢你，一下。我告诉你，到最后，你还是斗不过你叔叔的。今晚10点，台视频道，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需将乒乓球投入移动中的火车内。老太太，这有问题啊！你是来吧，早点讲，早点讲。用手了，对呀，行啊，这个哦，早一点讲。你刚刚说还没了。我姐的反应。午安，各位观众，欢迎继续收看咱台视11点台记新闻，我是郭义中。新闻都开始，赶紧来听总统蔡英文详细的讲法。我觉得这个事情啊，这个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啊。那我相信党内普遍的感觉是这个事情，我们希望党内有更好的这个讨论的过程啊哈。那我相信在这个阶段，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特别的成见，或者是有什么样的不能更动的想法哈。重点在于这个我们这个党哈，大家坐下来好好谈一谈哈。那毕竟因为这个最后的同意的机关是我们的中执会啊。那中执会在不分区的名单上，它是采取高门槛的同意的这个规则哦，所以全党坐下来好好谈一谈沟通哦，我想是必要的。好，最后一位。就是韩国瑜他今天早上休假上半天班，那他下午又休假。你觉得像他这样子一直休假，或者是想上班就上班，想休假就休假的话，你觉得这样子，你现在在高雄，你觉得他对高雄市民知道他应该负的责任吗？其实哦，任何一个执政团队，不论是中央或地方，最重要的领导人物还是他的首长啊。好，那我们今天来高雄看到了一个高雄很重要的产业，我相信，高雄在很多的方面哦，都需要有进一步的发展。好，那这都需要有一个首长带领的团队哦，来一起做哦。那首长确实是每一个团队的运作的核心了啊。如果这个首长常常不在啊，或者是干脆请假的话，这个团队的运作一定会大打折扣。那高雄的发展在这个阶段是不能停滞的啊。那同样的道理，我也是以国政优先啊。那我也希望就是说，虽然我是候选人，我有一些选举活动要做，但是我会把国政当做最优先的项目啊。那所有的事情我们会以国政为最重要的考虑。好，谢谢大家，谢谢。好，谢谢。哪一个部长？你要不要留给他们？好，拄则咱看到就是总统蔡英文下早来到高雄，另外讲的半导体公司来听产业界的心声。另外，这方面要来关心上新的天气消息。日咧菲律宾东边海边热带性低气压，今仔日半暝2点已经发展做今年第20号风台，叫做婉形。气象局预估伊会行为吕宋岛，对咱台湾暂时无直接的影响。不过，气象专家彭启明提醒大家，讲要特别注意风台挖巴士海峡南边的时，风台外围环流较烧落较湿的水汽会上北，到时阵台湾北部也阁有这个东半部水汽就会变较济，特别是拜六暗时一直到礼拜日拜一，新北、基隆、宜兰或者是花莲、台东省方面，因为地形的关系，介落雨会挖强伴效应。虽讲强度未遮尔强，也毋过提醒大家也是要注意。
另外一个上新的现场来看到，基隆市中案，警察伫咧深溪路巡逻时，发觉一辆轿车乃会安尼转来转去，就甲伊砸落来查。拄开始对方唔配合，和警察伫咧大细声，落尾双方拢歹声扫，警察也是甲伊按打，甲伊做酒测，确定伊有啉烧酒，甲伊依法上班。详细情形，连线记者陈道仪来带咱了解。道仪。好的，主播各位观众，画面中可以看到一群人围在一台银色轿车旁边，有些人甚至还戴着安全帽，他们是特地骑车过来，想要帮朋友开脱。其实这是警察要对这一辆银色轿车驾驶进行酒驾。这一名驾驶17号晚间开车经过基隆市深溪路时，警察发现他开车蛇行，于是拦停这辆银色轿车，要他下车接受酒测。没想到驾驶不愿意，甚至对警察呛瞎，还叫来朋友助阵。没想到朋友一来，居然告诉警察说要先让驾驶喝一些水，再进行酒测。警察不愿意，双方就起了冲突。经过警方好言相劝，最后才让驾驶顺利接受酒测，发现驾驶的酒测值已经超标，警方最后依照公共危险罪将他移送侦办。以上是已掌握到最新情形。多谢道仪。另外，这方面来关心台中一个47岁姓林的查某人得到失忆症，16暗时，家己一个人伫咧武陵一间饭店大厅安尼行来行去。饭店的人问伊，伊拢唔讲话，一直到警察来到现场看伊的证件，联络到伊厝内的人。后生赶紧为台中潭子小连线驶名车驶4点钟，顺势甲老爸接倒转去。详细情形继续连线记者陈必忠来带咱了解。必忠。好的，穿着绿色上衣的男子呢，坐在饭店大厅内疑似走失了，回不了家。那么饭店人员呢问他话，男子就是不愿意开口来说话，而饭店人员呢只好请来了员警来帮忙。直到员警呢在男子的身上找到了相关的证件，才发现原来男子是名英雅人士。那先看一下当时的情形。你身上还有没有其他东西？电话还是电话簿有吗？这个是你谁？高？你有认识吗？听不懂啊，没办法回。并有回诊记录卡。警方透过证件查出呢，47岁的林姓男子呢是台中的潭子人。那么透过当地的警方联系上了家属，林姓男子的儿子呢是重塑家连夜开了4个多小时的山路，终于在晚间将近12点左右抵达了武岭的派出所，和父亲来团聚。而家属呢向警方来表示，父亲因为生病呢罹患了失语症，平日呢都待在家里，很少外出，也不知道父亲怎么会自己搭公车到遥远的武岭。那么幸好呢，饭店人员及时发现来报警，才让父亲顺利的回家。主播。多谢必将社会事继续要来关心新北市淡水一个厝主讲社区不三时钓贼头，因兜几落届拢互贼仔拼入去内底，拼上百万的古董。其中一届厝边斗相共报警察，不二个警察到现场了后，无认到嫌疑犯，互厝主真无欢喜。警察即马讲已经掌握到嫌疑犯的身份，要赶紧来抓人。半暝啊，无熟悉车进入偏僻的别种社区，城内狗仔一直吠，厝边来报警察处理，因为前几工才有徛过来钓贼头，怀疑贼仔又搁上门，但详细看，警察到场来回巡逻，敢若无发现有问题，搁甲贼仔来小闪身。当时贼仔假做车歹去咧接电，搁甲偷摕来的物件等伫边仔的草仔埔。警察根本就无注意到，互贼仔成功偷摕物件来走去，嘛互这户人家真生气。报案人已经讲说详细的地址跟社区，还有说明说那是前几天失窃那一户。警方为什么迟迟浪费了30分钟？是整个已经错失人赃俱获的一个时间点。2个以上的贼仔开着无同的车，三番两次弄入来社区，来到人家咧偷摕物件。顶个月4号头一遍来偷摕，过几工搁来偷摕一摆，进前第3摆上门来咧看。大概都是玉佩啊，还有一些块木雕像，还有一些比较值钱的一些茶壶，什么紫砂壶啊那些啊，我们从国外请回来的神明像也全部都搬走，其实估计大概都破百万，累积下来。看准这个厝主平常时也无住伫遮，甲厝当做仓库咧使用，内底拢放真价值的古董，嘛变做是这个贼仔的百宝库。嫌犯连续2摆破坏门锁，将厝内底身上玉佩、地骨，也是破泥地砖来偷摕走。互厝主是损失惨重。经盘查驾驶及车辆，并未发现不法的情事，也没有发现不法的物件在车上。被害的厝主指控，讲警察无作为，
但警方有解释，表示因为发生的社区伫咧淡水的山区，路真复杂，头一个时间无找到社区的地点，加上嫌犯是真干巧，才会错失掠人的时机。目前已经掌握身份，会赶紧将人来掠着。记者综合报道。本地想讲伊是苦瓜甜鲢鱼可怜，结果是食饱活枵挖手分鱼。南投埔里半暝1点钟，一个富人人黄叶叶走入去一间公园，想要偷摕添油香的钱，互厝主发觉了后，伊伫话唔敢，讲是要替带伊阿嬷装医药费。厝主听了到地真唔甘，嘛无想要含伊追究责任，想讲要出钱甲伊斗帮忙。落尾才查讲，原来伊阿嬷早就已经过身，是这个富人人家己编的故事。一个查某人戴安全帽挂喙暗，今日去一间私人新团的公宅箱头前四界看，厝主发现有人伫外口，就甲抓起来。查某人哭咧求伊讲，伊需要400-500块替带伊的阿嬷纳医药费。出来的时候，他就说：“阿嬷在医院需要一点费用。”那后来我们就去直接跟他约在医院见面，讲说帮他缴他的那个医药费。可是后来我们到医院之后才发现，被诈骗。好心的厝主唔若无追究偷摕钱的责任，佮去病院想要替伊甲钱纳掉，结果发现根本都无啥物阿嬷，全部拢是骗人的。互厝主感觉真切心，上网络破文，想袂到网友一个看到这个查某人，就随讲家己嘛有互伊骗过，伫附近开餐厅的头家嘛。他说他回去拿完之后，他就没有再来了。他全部都是办完的哦，我就做了啊，做了之后他就说：“阿姨，我钱带不够哎，我怎么知道那么多人被他骗？”因为钱无互偷摕去，所以厝主无去报警。不过家己的爱心互人糟蹋，嘛互伊变甲对人无遐尔信任啊。记者综合报道。现在是外送人员因的生理当正期，将法官配合2间外送业者的点头算的拢总超过400间。统计到9月一直到10月16日，外送人员发生车祸事故拢总19件。中法官检察局特别开会来讨论做一个外送人员安全规矩的卡片，定一寡公约，也搁限制外送人员1点钟内接单量。另外，台中市政府上近1个月就会成立外送人员的工会，若是万不利发生意外，上这有200万的保险金，另外还要算这个劳健保。这个路口有一台车要倒弯，结果一个送外送的骑车冲过来，嘣，直接甲弄掉。另外，这个相车路口送外送的无放慢速度，甲轿车相对拢。这个路口嘛有车祸，拢做伙，拢是送外送的，2台车拢骑甲真凶，弄掉了后，一个个会当骑起来，不过另外一个煞一直倒伫涂骹。外送愈来愈兴，送外送的车祸嘛愈来愈多。统计中华为9月初1到10月16日，送外送的车祸就19件，好加载拢是轻伤。骑机车自己要看个人，要小心，骑慢一点。就慢慢骑啊，自己的生命。为这19件车祸来分析，主要的原因，第一名是要挖的无让直行的，第二名伫路靠无放慢速度，第三名是下过分向线。一定在下周邀请这2家的业者到我们来举行座谈，来制定公约。那我们也希望在对于新进的员工部分，也要加强相关的交通安全的一个教育训练。中华警察开会做送外送的安全守则卡片出来，佮规定限制送外送的1点钟内接单的数量。另外，在台中市政府嘛要替送外送的办一个台中市外送服务人员职业工会，预计10月底进行成立。未来会提供一个人上侪200万的保险，佮会当有劳健保。工会嘛会设计一个超级跑车险，会当避免车祸事故爱负担的赔偿。送外送的安全的问题愈来愈受到大家重视。记者综合报道。同款嘛是食食的话题，来看到伫台北有网友统计10间一定爱食的早顿店，其中一间就叫做丰盛号，即嘛传讲伫韩国有红的奥莱鸡苹果。台湾的业者讲，去年底有韩国公司请翻译，希望会当讲合作的代志。结果伊讲卖了后，今年2月起，韩国开始有防疫商标的店头，一间线一间安尼伫咧开。若讲是台湾的店，上主要的产品本来是烘熟棒变做三明治，就算已经准备行法院送经过批。韩国业者拢无咧休意，嘛无要出面，商标即嘛等咧韩国审查。台湾的业者可能会拍官司来解决相关的争议。牛奶食棒用炭火来烘，无到1分钟，表面微微啊打脆，搁来抹肉搭，放一寡肉片、卵甲起司，招牌炭烘食棒。
独大广告性啊，排队美食名店就爱丰盛号，对2013年开始开店，是台北10大一定爱吃的早顿，刷传出讲，和韩国人来咧模仿。韩国观光客就很好奇的问我们说，韩国的丰盛号是不是我们去开的？我们其实是蛮错愕的，因为这个事情从头到尾其实我们不知情。同款拢叫丰盛号，产品刷变做是三角汉狗，店内装潢唔那是网络名称上爱风格，更加直接拍着台湾的名号。IG 顶悬阁有真侪网友来咧推荐，目睭紧紧看到小翔的店名，互搬去韩国咧发展。台湾的业者控诉，代志就伫咧旧年底，有一间韩国的公司先透过翻译来咧直接希望做伙合作，无想到伊拒绝了后，今年2月开始，模仿的店家就开始出现。详细来比两个 logo， 台湾是着爱丰盛号早就有注册商标，韩国是用英文字来配中文，两边主打的商品嘛无同款。若分店的数量，台湾总共有2间，海外敢若伫新加坡有开店。对比韩国的丰盛号，伫韩国内底已经超过50间分店。后面让我们觉得是对方完全是没有诚意，而且避不见面。我想这不只是一个不道德的商业行为，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一个方法。店内底大大来打出告示，用中文甲韩文来声明，无负责韩国的生意。台湾的业者真无奈，已经来行法律警告。韩国的方面先是讲愿意来和解，却一直拢无出面。目前丰盛号这个商标嘛，当伫咧韩国进行审查的阶段。台湾的业者讲会继续来拍官司，解决这个问题。记者综合报道。插播咱拄则收到上新的消息，台北市敦化国中老师和学生可参照做伙喂到落落病毒的案例，卫生局接到通报，老师和学生拢总15个，为昨暗起开始吐骨流，其中有7个人已经赶紧送去病院。校校接到消息了后，赶紧召开防疫会议，认为讲有可能是做伙食物件中毒的案件，即嘛怀疑讲可能是落落病毒喂到。台北市卫生局嘛已经介入调查，会采集校校营养中斗等的检体进一步来化验，也毋过化验的结果按算上紧，都要2礼拜的时间才会出来。搁再来关心，同款是上新的消息。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进前讲，一个时效开始了后，这段时间，一寡企业头家也搁有劳工拢伫咧嗨餐。伊讲，若当选中华民国总统，一定会废掉一个时效。针对这件代志，行政院院长苏贞昌伊嘛真无赞成，伊警惕韩国瑜。详细情形，连线记者叶婷来带来了解。叶婷。好的，主播各位观众，国民党的总统参选人韩国瑜呢是宣布说，只要自己当选了总统，就要废除蔡政府提出的一例一休政策。另外，高铁南延也要评估出说是有最具有经济效益的方案，也就是直接是打脸了蔡政府的政策。对此呢，行政院长苏贞昌有话要说。都从宝贵的经验中看到蔡总统，一方面我们照顾劳工，一方面也要注意到资方，总之要创造共赢。那这个在整个执行中越来越往好的方向走，而不是像韩国瑜不负责任的一喊废除，但他是什么案，他都没有讲出具体方案，就是只有一种，就是什么都反对。这种为反对而反对的总统候选人，实在是也真的。韩国瑜对于蔡政府2大政策是提出质疑，不过苏贞昌也不客气的回呛，一例一休是实行之后呢，是各个需要再改进的方案地方都有大幅的改进，只说韩国瑜总是呢是信口开河，实在是不负责任的候选人。以上是记者掌握到情形，先把时间交还给棚内主播。另外一个上新的现场，要来关心国民党科技会昨昏阁出报，针对到草协联盟发起人李正浩，也有资深的媒体工作者郑培芬来开除因的党籍。原因是因已经互人点名做记号，阁继续讲一寡无正确的话来侮辱国民党提名的总统，也有立法委员的参选人李正浩，伊嘛真无欢喜，开记者会，带大家做伙来看现场上新的场面。我对于他们开除的理由，我是非常不以为然的。他们说我用不实言论造谣污蔑韩国瑜，所以要开除我。什么是不实言论？韩国瑜的民调落后是事实，韩国瑜选举选得像无头苍蝇也是事实。他们认为的事实是什么？是文山伯强强棍当竞选党部主委吗？是桃园孙先生的街头民调吗？还是说支持韩国瑜彩券刮了就会中，这是事实吗？我认为现在国瑜党弥漫一种氛围是说，他们全体都在精神胜利法，所以在他们圈子里面不可以有正常人。
有了正常人，就会让他们觉得自己是精神分裂的，所以他们不断的把正常人赶走，他们就可以继续活在自己阿 Q 式的想象当中。可是问题是，明年11月的投票是正常人的投票，是现实世界的投票。他们现在一个一个把正常人赶走，他们可以暂时的活在自己的想象中。可是明年呢？明年投票结果要不要面对？明年的投票结果，韩国瑜要不要面对？国民党要不要面对？这个是最现实的问题。所以把我赶走，并无助于韩国瑜的选情，甚至会让韩国瑜选情雪上加霜。把正常人赶走，也无助于党内的一个正常的讨论，也无助于党内在讨论选举的时候正常的策略。所以我对于他们的这个决定是非常不以为然的。所以你认为现在的国民党已经不是你当初认识的国民党是吗？对，因为我在国民党内一直是有不同意见的。可过去很多前辈虽然对我的不同意见有点牙痒痒，可是我认为党内一直保持一种多元讨论的氛围。因为一个政党要不断进步，从100年政党变成200年政党，不可讳言，它需要年轻人的加入，也需要年轻人的声音。它不可能因为年轻人的声音跟你有世代落差，所以就把年轻人开除，这是个最荒谬的事情。可是现在在国民党却发生了，所以我一直不认为这是我认识的国民党，我认为是国瑜党。国瑜党现在沉醉在一种叫做国瑜的新衣的氛围里面，就每个人看到韩国瑜都是没有穿衣服的，都是光溜溜的。可是韩国瑜旁边的大臣啊，都认为为了权力、为了权势，都没有人敢跟韩国瑜讲说他现在民调很低，他现在选举是毫无章法的。每个人都跟韩国瑜讲说你好棒棒。可是最后的结果是，韩国瑜没有穿衣服的时候，被我一个年轻人、一个小孩子指出来。他们不去检讨韩国瑜为什么没穿衣服，不去赶快帮韩国瑜遮丑，而开除我这位小朋友、这个年轻人。其实我认为这个过去啊，我们小时候读过，都认为很荒谬的童话故事，其实正在我们现实生活上演，而且我认为是蛮离谱的。那未来还会想要再回到国民党吗？会，我的光谱其实是蓝营的。很多人在说我讲那么多言论，是不是要选举啊？是不是要加入民众党啊？是不是等等等？其实我完全没有要加入其他政党的打算呢。我从以前到现在，我的光谱就是蓝营的。我对蔡英文也没有少批评。我对于国民党的认同超过现在国民党内的每一个人，因为现在国民党内的很多人其实都是为了要扒着韩国瑜而不敢讲真话，而我讲出了我认为应该要讲的话，所以我不会因此而离开国民党。虽然会这个离开是暂时的，可是只要时间到了，我就会申请回去。会对国民党的失望？我认为现在开除我的是国瑜党啊，所以我对国瑜党很失望，而且是失望透体。但我不认为这是个正常化的国民党，而且国民党过去虽然年轻人不多，可是他们非常尊重年轻人的声音，他们也会谅解年轻人的声音，因为其实他们心里也都知道年轻人真的不多了，所以更要珍惜他们的声音。可是现在我觉得是完全背道而驰啊，所以我对国瑜党很失望，但是我对国民党我还是抱存着希望。自己想要出来。好，咱拄则听到的是李正浩上新的讲法。另外，这方面要来关心大东县县政府今年伫咧火烧岛绿岛放流100粒的车具背，有人讲是五鸟背，结果超过一半拢无去，代志互媒体爆出来了后，引起了网友真关心。有人讲，敢会是绿岛唱水味的业者和讨海人去掠，互绿岛一寡百姓感觉足委屈，冤枉无地讲，特别出来陪会。蓝色清清的大海内底，放着一个大大的绿马，这就是台东县政府伫咧绿岛海域用来咧复育200粒五鸟背，如今煞有一半拢总无去啊，引起社会注意。不过进前有网友来咧讲，这无去的五鸟背，就是绿岛渔民也是唱水的业者来偷掠，互当地民众是真不满。新闻不实的报道，让我们这些绿岛的年轻人，还有一些老一辈，相当的亢奋。你们有没有尊重过我们？我希望相关单位可以去查明真相。绿岛居民及渔民的极度愤怒，希望有关单位尽快查明真相，还给绿岛一个公道，而不是一再的污蔑绿岛。那民众来出声，乡长嘛出面来发冤枉，表示推动五鸟背复育的时阵，台东县政府并无来甲乡公所讲。如今网络顶悬一直骂来骂去，嘛希望县政府会当赶紧来调查，赶紧查出真相。是县府我们沟通过，县府他也没有直指是绿岛的渔民去盗采，这个还在调查当中。那我希望网络可以停止这一方面的
指控。绿岛的民众当时嘛指出，7月底唱水的时阵，就发现服药用的这个铁篮并过去，内底就已经拢是空的。当时并唔知影用途，更加袂当确定到底是互偷掠去，也是互食去。所以伫这进程，希望外界会当停止来猜疑。但当县政府嘛出面回应，计划甲地方来组成巡守队，尽力来保育绿岛海洋。记者综合报道。监管嘛是需要进一步来了解真相。这是台北公馆上款出名的饮料店，互人逼食安问题。一个郭先生和伊的女朋友去出名乌糖珍珠粉圆店买2杯珍珠牛奶茶，啉到一半感觉怪怪无对同，一个配出来才发觉讲是一只家雀，当场感觉足太高。郭先生事后甲业者反映，伊讲业者想要贴伊1000块来处理，想讲赶紧过了身煞了代，互郭先生气甲投诉卫生局。现煮的乌糖珍珠又阁 Q 又阁香，加上新鲜的牛奶辣好嚼，这就是公馆商区有名的饮料乌糖珍珠牛奶茶。但煞有民众啉到加料的版本，饮料啉一喙就啉袂落去啊！详细看边仔卫生纸内底包着一块乌色的物件，长长的2只手，竟然是一只家雀。其实当下我就觉得好像口感怪怪的，我还以为是黑糖，我看了一下，它就是这样子黑黑的。后来惊觉它是蟑螂，我就丢到桌上。郭先生即马想起来，也是感觉真无爽快。伊14号下晡甲查某朋友到台北公馆买2杯乌糖珍珠牛奶茶，无想到有家雀伫咧内底。事后来向店家反映，想袂到店家态度无好，阁想要用1000块来私底下解决，实际来纠正，店家无愿意加讲。我没看到，我不清楚，要等我们老板来了，因为我们老板才知道，我们不知道。头家娘讲家己迄天无伫咧，唔知影即件代志，所以无法度来回应。但郭先生用影片来甲头家娘洗面。阿姨，你是老板吗？是我是老板，然后人家对这个是老板娘。没有啦，我刚刚是这样跟他讲啦。你进来了，一大只蟑螂我吃下去了。明明就伫咧店内底，佫讲唔知影。郭先生迄天就去病院来检查，事后嘛有去台北市卫生局来投诉。店家就态度口气很不好，跟我说：“好，我在那边跟你道歉啊。”就这样。他说：“那我给你们1000块，你们去吃大餐啊，我让你们有这个不好的体验。”如果现场有发现到这些蟑螂或者是卫生缺失的部分，我们其实都是开限期改善通知单。这间有名饮料店逼出加料乌糖珍珠牛奶茶，这个经验甲事后处理的态度，嘛，互郭先生唔敢搁再来。记者综合报道。同款嘛是买卖纠纷，来看到台北士林夜市啊，9月底才有果子摊，互人投诉，讲一袋果子卖韩国游客卖1000外块，引起争议。无想到讲，即马又阁有消费者逼消息，讲来到士林夜市啊买18啊牛肉，也就是牛肉夹，无成问计数算钞的时，头家直接讲2份爱600块。民众认为讲无遐尔大份，嘛认为无这个价值，讲互对方骗去，去甲铺上网络。业者落尾出面解释咧，讲起当时双方伫咧讲的时，可能一个讲天，一个讲地，才会引起误会。后日就会直接讲介绍，安尼才袂引起争议。大火一开，青天的牛肉茶是香甲香讲讲，互人看到喙烂插插顶。但是有民众讲，伫咧士林夜市买一碗牛肉爱300块，但结果竟然是安尼的分量，互伊无法度接受，去甲铺上网络来斗。你2份卖600块也太夸张了，因为一般我们去其他夜市的时候买过，就是小份是100，然后大份200。想说他都已经用好了，不然的话，其实还蛮想直接走了。指控的民众讲，到士林夜市啊，踅街食饭，来到这间摊贩消费，当时还有其他排队的人客，店家直接就问伊爱几份，拍算要做伙来料理，民众就直接点2份。无想到计数的时阵，店家直接开嘴讲2份600块，但一份牛肉内底大约只有20几块，互消费者感觉实在是伤含。有点夸张因为量比较少啊。之前有买过，好像100到150吧，对。300好像有点太贵吧。对着互民众来投诉，业者出面来回释咧，表示可能是因为无讲清楚，才会造成误会。店家嘛解释，牛肉拢会来称重，绝对唔是雕工要来骗消费者。本来就有100跟200跟300的价位，3种尺寸都不一样。那每一份我们都在出餐流前都是要称重。就是我们绝对没有诈骗消费者，因为造成误会，业者嘛讲会来改进，未来拢会伫单位来标出价数。但消费者伫买进前，若是会当加问几句啊，我的确就会当减少纠纷。记者综合报道。
插播咱拄才收到上新的意外消息，台北市下早发生一件车祸意外，一架货车去弄到这个公车，这个代志发生伫咧士林区的中正路，一架细架货车去弄到这个头前当要正我的公车，因为弄一个真大力，这架货车还阁规个跳起来。驶货车的运将讲是为了要闪边啊游览车一个无细力才去弄到公车，该在伊的面小可切着伤，人无啥要紧。另外，坐伫公车内底人客嘛无人着伤。搁再来看到台湾两间上界大间的航空公司，一年一届网络旅店上场，一寡航线的飞行机票票价差不多和俗价航空同款，像讲运行李免另外算钱。中型的部分飞日本、那国亚来回飞行机票3888块，若是飞Okinawa免3500，若华航的部分属美国洛杉矶来回含税计销15000块有走。有专家进一步来分析讲，台湾航空公司优待计销。无一定大个航线拢比俗价航空较好，像讲泰国曼谷或者是菲律宾宿务这东南亚的航线，因为计销不三时拢有优待，这个计销有可能会较俗，旅客恐惊都爱加比一个，安尼才会好。去甲真悬真厝的厝顶，看起来就亲像双手合掌同款，加上绿色美景，水甲互人会得志。想要来这个红列做世界为3的日本合掌村，就要把阿国来航空网络旅店的优惠，因为票价真正有影响。中营华航两大航空网络旅店开始啊，专家教大家票应该爱安怎买，像讲飞名古屋来回无包括税，票价3888，飞 Okinawa 嘛干那3388，已经要甲俗价航空挂行李的计价差不多啊，想要买就爱趁一马。台北或是高雄飞名古屋或是福冈或是冲绳，这次都有传统航空大概来回含税6000多的价格，搭传统航空可是这个价格是接近廉价航空，所以感觉是蛮超值的。另外，同款正月号的还有飞美国洛杉矶的航线，过去直飞上述的票价超爱2万2，不过今马中营煞飞洛杉矶超17000的计销出来，华航包括税各价是免15000块，等于用转机的计销就会当买到直飞机票。不过国内航空优惠的计销嘛，无一定是上述的。东南亚的航线像讲飞泰国曼谷，中营华航无包括税计销，虽然唔免5000块。菲律宾宿务线嘛俗真济，不过俗价航空因为常常有优惠，所以机票有可能会更加俗。飞宿务有时候也尝试2-3千块，所以有些人他可能觉得说，他这样子同样的钱，他想要飞2次。提醒民众抢真俗的机票，目睭嘛是爱备好金，注意行李的重量，替换票指定位，才爱慎受限制，才袂票抢到尾啊问题刷一堆。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到嘉义大学办年度研发成果发表会，其中一台人工的智慧机器人叫做家己会当找病虫，也阁会当家己抓农药的大东亚机器人。嘉义大学生物机电工程的教授带学生囡仔做伙观察到，一寡大东亚农药因为抓较济，那年久卫生恐惊会污染环境。研发这台大东亚的机器人，互人看到到地学到讲实在功夫有够强。锁定目标就亲像人面的系统同款，为甜椒树顶的甲病虫害吹出来，刷落水喷农药。嘉义大学校长另外嘛是生物机电工程学系教授，带领学生收集1400张害虫的相片，用人工智慧的科技开发一台甜椒栽培种植机器人出来，伊会晓自动去找病虫、喷农药。它可以自动去喷药。农民正常自己喷药的话，会有一些人为上的一些农药会过多的使用，或是造成场域的这些农药的感染。透过影像人物来训练机器人，目前准度已经有9成。实验的结果嘛，发现机器人已经会当伫100平内温室内底家己行动喷农药。然后会取代农民的喷药，这是我们的想法。那这一台下来以后我们就要改这个，再改一个采收。如果它成熟了，我们把它加装改一个采收的碱，就可以收那个成熟的。开发业的结束，未来要让机器人的功能更升级，会当喷农药，嘛会当收成，让机器人来做农民的助手，嘛避免农药喷伤济，造成环境的污染。记者综合报道。世界大代志来看到天骹下遮尔看，啥物奇奇怪怪代志都有。像讲生物，唔是干那分做公的甲母的，嘛唔是干那分做查甫甲查某。巴黎动物园这几天就展览这款真神秘的生物，科学家落尾鉴定讲有挖720款的性别，身躯外口亲像菌类，也毋过真有智慧，和动物同款，佫分辨出来讲到底是倒一类，看起来真奇妙。
巴黎动物园内底头一遍展出这种神秘的生物种，行为敢若动物，煞摆伫咧培养盘当中，看伊拢无咧叮当，到底伊是算动物，也是食物？ This is the blob, one of the strangest life forms on Earth. 黄色的毛点是单细胞的有机体，生做亲像菌，但是有行动的能力，无喙嘛无胃甲目睭，煞会当找到食物来食甲消化。更较神奇的是，伊无脑，煞会当来学习，嘛知影安怎洗过冻着的物件找到食物，而且速度是愈来愈紧。We don't really know what it is. Even today, we don't know if it's an animal or a fungus. It's not a plant, we're sure of that. 生物拢有公母之分，上机体的毛点有将近720种，而且自我治疗甲再生的能力是非常强。互切做两半，2分钟了后就会当恢复完整。We see evolution, but we don't see it growing directly with the naked eye. You have to come back 2 hours or even 4 hours later to really see the evolution. 毛点其实伫咧世界各地拢会当看到，一直到最近科学家才对伊来深入研究，但是愈研究煞愈糊涂，甚至连上简单的生物分类拢做袂到，互毛点的存在变做是当今科学界上神奇的一个大疑问。记者综合报道。古早人认为，济囝济女济福气，乌干达这个富人人实在真后生，因为两巢特别发达，36岁就已经生44个囡仔，会当讲是全世界上后生囝的查某人。医生伫咧伊40岁时，甲伊的子宫回母摕掉，叫伊莫阁生啊。伊生44个囡仔，拢总有38个顺势活落来。伊一个人请用38个逝世，会当讲真严硬。伫咧离乌干达首都坎帕拉大约50公里一间互嘉宾园围着的庄仔内，住一个互人讲是全世界上高生的查某人，身躯边今年逝世是几大阵。I'm in the middle of a huge operation, feeding operation. It's like a military operation. Feeding bread and porridge, that is for breakfast, to 24 kids out of the 38. 那巴坦珠伫咧12岁时阵，就嫁予当时已经40岁的翁婿，1年了后就生头一对双生仔，续落来就一直生。36岁时阵，就已经生6对双生仔，4对3胞胎，甲5对4胞胎。Malo baza nagendako mu ddwaliro okusobola okulaba nga neekomya ne baŋŋaana okukoma ne baŋŋamba nti natondebwa nga nnyina amagi mangi ne baŋŋamba nnyongere okuzaala naye nze mpulira bulungi。那巴坦珠最后一摆有生是伫咧3年之前，伊生下第6对双生仔，其中一个翁婴仔死去，长期无伫咧厝的翁婿后来嘛将因放杀，为着要来饲38个活落来囝儿逝世，伊啥物工课拢着爱做，包括做头毛、办活动，也是卖废五金、药草啊，甲家己结的酒。Somoozebwa kwe nnyinza okugamba siyina nnimiro emmere engulangula mu busobozi bwange nga maama nasobola okugula wano bwewati nga bwolabawo wewati。那巴坦珠的做囡仔时阵，就是一场悲剧。伊的老母伫咧伊出生3天就离家出走，5个兄弟姊妹仔嘛来过身，但是伊非常的乐观。虽然日子过了真辛苦，也是甲全家口仔甲囡仔毕业相片真骄傲挂伫咧壁顶，希望因拢会当平安快乐大汉。记者综合报道。敢讲别人的某较水，外国的月甲圆，想要伫台湾买厝，真侪人感觉无简单。对于土耳其来的艺人吴芳，长期故乡土耳其，特别小解梅赛老母，也就是亲家的厝，互台湾的观众大开眼界。因为影片内底看到社区大楼有户外收水池，另外阁有囡仔游乐区。入去到内底看到这间厝，拢总50平，也阁有2个装备啊。上界重要的是，敢若台票400万，真侪网友学了讲实在有够俗，也毋过嘛有人认为讲袂当安尼。小笔记。对土耳其来的艺人吴芳，去年正式摕到台湾的假假，这边要返去故乡，小解梅赛老母的厝，一个开门尔，就互台湾的观众目睭瞪甲足大蕊的。里面应该有50平，然后加上公厕，我觉得应该至少有60。因为土耳其是。没有公厕的概念。对，没有公司概念。50平大的厝，除了有真宽的客厅，也阁有2座真大的浴室室。他们的阳台都是不是像我们就是吊一些衣服啊，那就是真的是可以吃饭。那室内活动的空间真大，来甲看伊的主人房间，除了阁有一个换衫间，就连便所嘛大甲足咸的。这会使讲是大间好野人厝。也让吴芳甲这间厝的介绍甲讲出来时阵，互真侪网友拢感觉足意外。现在公开哦。
公开哦，公布嘛，400万，400万。50平大的厝，敢若爱台票400万，引起这个网友热烈的讨论。镜头搁甲踅来到外口看公共设施。游泳池也太爽了吧！不过现在水很冷哦。这就敢若亲像伫咧度假村同款，边仔阁有专门互囡仔佚佗的所在。若是甲比起咱台湾的房价，安尼互网友讲，实在足想要搬去土耳其咧。不过吴方嘛讲，虽然有效的价值性真悬，不过离上大的城市伊斯坦堡开车都要2点半钟才会到。不过这个50平大的厝，敢若爱台票400万，看到要是互真侪人足吓的。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幸福，休近一日继续要带大家看到，这是成功大学上新的研究，讲会当看到大脑内底幸福的感觉。一想到史奈达的人真的派一个卧底上船，把这个人找出来，记得留活口。怎么解释？我不明白你的意思。这些都是你做假账的证据。这张照片应该只有在我跟郭耀森的信件里，为什么你会有？今晚10点台视频道，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怎么样，美不美？太危险！他是干柴呢，你确定你们两个不会烈火吗？绝对不会。看球。我这样会被球打吧？打完了。要不要当我女朋友？啊。大家文千万字，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日。今仔日要来给大家小解一日，咱做伙来看到这里就是调，调就是互物件或者是代志平均的意思，像咱讲调节、调味。另外嘛有改变的意思，像咱讲调整、调新。啊，若读做调，代表音曲，像咱讲唱调。若是声音的关系，咱讲是声调。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头一个咱看到，这就是在调，在调意思就是本事、本领、才情。第二个词都爱读做调查，这个意思就是为了要来了解实情，来查访。咱用一句话来举例，甲这两个词夹做伙。譬如讲，伊就要来了解这颗位啊生态变化，特别来这调查嘛真有才调，唔惊劳心白白。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调，另外一个音读做调，提供给大家参考。继续要带大家关心，人咧讲一日平安一日福，幸福伫倒位？大脑就会甲你讲，每一个人感觉幸福的感觉拢无相像，随人落地，在人滋味。即马成功大学心理影像研究中心心理系团队，透过这个资金造影仪，会当看到大脑内底幸福的感觉。这项研究的结果已经发表伫咧国际学术期刊。真侪民众透早会去公园仔海抢散步运动，用欢喜的心情来开始一天的生活。3个的朋友成群结队，伫咧学校内底留纪念，这看起来简单小小的幸福的感觉，伫咧大脑内底拢会当看到。他看一些视觉刺激，然后你会看到他的，等一下看到他这个荧幕会呈现他手指会看到。然后受试者的视觉区就会有反应。幸福一向拢敢若会当用感觉是讲袂出来，但声带竟然透过资金造影仪进行大脑的摄影，互幸福伫咧大脑内底互看到。这个研究团队发现，受试者感觉幸福的时阵，大脑甲自我观念上有关联的两个脑区会来发光，影像以圆箍的方式来拓开。其中个人的幸福感，中心区会较光，甲别人有关系的幸福感，都会离中心较远，范围嘛较大。相信，如果说这篇研究有什么比较叫做扩展出去的一个结论，就是说，我们大家都希望能够让自己在乎的人，或者说将来是延伸到整个社会都可以。大家彼此都帮助他人的话，那这个社会就会更幸福、更和谐。我想这个大家应该是很安全的结论。这项研究的成果，刊伫咧10月出版的国际学术期刊。团队未来嘛会来研究无同的族群、无同的年纪对幸福的反应，是毋是嘛有无同？记者综合报道。
真侪人爱啉这个甜的饮料，若是啉伤过济有糖的饮料，恐惊较无度有锌。来看到国际不稳定期刊经过2年调查研究，发觉讲，若是逐工啉一杯有糖甜的饮料，小连续啉差不多1年，就会降低2.5有锌的能力。若是接受人工受体的人，和一般人比起来，顺时生囝的几率减差不多4成。到妇产科医生认为讲，食伤糖引起大块的镜头。确实是会引起较无度有锌。拍开这个手冲饮料，真侪人伫咧中昼，也是讲暗时啊食饱了后，足想要来甲撒嘴，安尼食着心凉鼻透开，清凉佮解渴。不过，若是有计划要生囡仔民众，这就要较张持咧。有研究讲，啉伤侪加糖的饮料，安尼去影响到生育的能力。实际上，含糖的饮料或过分的糖分补充，在过去我们大家都知道，可能对怀孕不是那么好，你可能也会造成身体过度肥胖，这也是对怀孕也是一个负面的影响。根据国际卫生期刊研究报告讲，适龄的男女，逐工若是啉一杯加糖饮料，差不多是100公克内底有10公克的糖。若是安尼连续甲啉1年，安尼就会减少2成半有锌的机会。若是讲迄款当咧接受子宫婴儿的治疗者，甲无啉加糖饮料的人来甲比较，安尼红婴仔活产率就搁减4成去。国内医师认为讲，若是食伤济糖分，安尼身体就会加真大块，想要生囡仔就会加真困难。你要受孕的话，我觉得有一个关键了哈，就是你的月经基本上要很正常。然后体重不宜过胖，而且对酒精含量的饮料，可能要稍微节制一点，就是可能你一天可能只有1杯红酒的量。其实以国健署的建议，一般的大人逐工糖分的摄取量，真磅是50公克。若是讲以一杯这个手冲饮料来看，内底加糖量就已经超标啊。医师提醒讲，若是想要增加这个有锌的机会，要是爱较强喙咧，较莫啉加糖饮料，就要保持正常的生活作息，爱张持食食的营养，搁爱有好的运动惯势，安尼才有去掠到美角。记者综合报道。休困一个广告了，继续要带大家来关心，这是万里无溪即马当咧大出，本来是休困日，人客特别多，大地拢爱交通管制，结果引起到退差不多4成，引起到业者海惨。难道史奈达的人真的派一个卧底上船，把这个人找出来，记得留活口。怎么解释？我不明白你的意思。这些都是你做假账的证据。这张照片应该只有在我跟郭耀森的信件里，为什么你会有？今晚10点台视频道，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怎么样，美不美？太危险！它是干柴呢，你确定你们2个不会烈火吗？绝对不会。看球。我这样会被球打吧？打完了。要不要当我女朋友？每周6日晚间7点，人际关系事务所。人话较成你，你好练。你要需要去计划嘛？欢迎继续回来到新闻的现场，食饭时间手拿菜，先带大家看到秋天这当中嘛是万里无溪当咧大出的时间，本来是休困日，人就特别多，在地拢爱交通管制。今年管制范围搁较大，引起到一寡店拢无法度接人客，因为一寡人客无法度入来，规气就拿退掉，退倒率差不多有退4成，损失会当讲真正力。相关的单位讲，明明都有配套的办法，嘛较有春秋，像讲来接的车，也搁有轮椅专用的车，拢会当入来。协调检查管制时，都要有应变的办法，卖太车店头买当做生意，才会当双赢。讲到秋天食毛鸡当着时，一寡餐厅业者拢趁即马细面当好，杀秋天毛鸡犹太来招生意。像讲日本出名菜饭的业者，就杀台湾限定的帝王毛鸡菜饭，配合百货公司周年庆的档期，逐工限量30份，1份72，差不多拢是拍对折。在鼎底煎甲变做黄金色的，立感有看出来，这还是高分的帝王浸的浸仔讲，煎好好起来了后，全部铺伫白饭顶的，各条独门的酱料，才香互人客。
我觉得很香，然后而且螃蟹的那个肉质非常的 Q 弹，它上半部的壳都已经去掉了，只是说剩下的肉你会觉得你不把它稍微搓出来吃会觉得很浪费。蟹螯的部分，所以肉特别的多汁，就没有想到炸起来这么好吃。人客要食帝王鲫，师傅嘛真大心，甲金马讲拢加开，互人客真简单就会当食到。日本有名的店金主办制作下档本，杀台湾限定帝王鲫菜肉饭出来，超级大只的金马讲，原价一份要1225，配合百货公司的周年庆，逐工限量30份，7仔日就会当食到。我们目前预计带动这个新品可以带动20%左右的来客。秋天食金马长条时，业者把握商机，像讲台北福华饭店，就送软壳鲫、金马蒸、金马糕烧豆腐，拢总有9出菜金马套餐出来，无挂服务费，一个人唔免1000块。台北树林万里饭店30外种金马料理食到饱，一个人唔免1300块。秋天是要食金马，会当趁这阵优惠，赶紧去吃。记者综合报道。遇到史奈达的人真的派一个卧底上船。把这个人找出来，记得留活口。怎么解释？我不明白你的意思。这些都是你做假账的证据。这张照片应该只有在我跟郭耀森的信件里，为什么你会有？今晚10点台视频道，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怎么样，肥不美？太危险！它是干柴呢，你确定你们两个不会烈火吗？绝对不会。看球。我这样会被球打吧？打完了。要不要当我女朋友？每周6日晚间7点，人际关系事务所。让我较夹生理，你好练。你咧死后死计划嘛？无魂无体无路用，家己的宝都管袂着，搁想要管我？今晚上面讲赢啊！会晓讲好，不啊较好咧。你可以不要这样吗？你哪只可偶啊？你这个布局，你这个金灰啦，可不可以不要这么丢脸啊？真受不了这男人。每周1至周5晚间10点。我跟你讲，这一点啊，就是我们台湾好，享受美食又不用花大钱。哇，这个乌鱼子炒饭怎么这么好吃啊？我在吃一口。食物能温暖人心，让自己不孤单。10月28日起，每周1至周5晚间10点，唯一继承者。得奖作品是台湾电视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台湾文创新势力，从家乡出发，获颁文创产业新闻报道奖。优等奖台湾电视台。爱你不需要血缘，获颁社会光明面新闻报道奖。每个礼拜天带您寻找台湾感动力。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本周5起一次播出双线故事。台湾银行盗领案真凶追，新加坡寄生上流，豪门血泪，最终胜者到底是谁？今年您绝不容错过的超夯神剧就在台视频道。每周5晚间10点，双线故事一起追。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我多了300个好友。宠物股张立阳是谁？就可以找到300多个朋友来帮助立阳。你以为只有你有人脉？我也哦，原来是被执行长耽误的浪花皇太子啊！问候张立阳，我很期待见到你哦。为什么林安积分变高，你看起来却没有很开心吗？我很开心啊，看不出来吗？我太开心了。台视频道每周日晚间10点，网红的疯狂世界。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什么？两只小胖，一击放昏，不会是要的，有人要刺杀帝君。我就相信，也是可怜的。每礼拜一个拜五30几点，中孝节义。台视
视隆重推出阅读时光口述影像版《生活是甜蜜》。知道你作品里面的女人最缺的是什么吗？他上前靠在李毅耳边说：“欲望。”李毅思索着，眨了眨眼。景文张大了眼睛。李毅搂着一个背部光裸的女人，他看见景文，立刻松手放开。景文眼里泛起泪光。10月19，本周六早上6点到8点，《生活是甜蜜》口述影像版双语播出。你们干什么？要军大费！你给我听清楚，从今以后，你给我夹着我做事。如果再犯到我手里，你们魏氏家族都得陪葬。为什么杀人者逃脱惩罚，受害者却遭人践踏？因为本宫要你记得，事实不会尽如人意。试着让自己冷静下来，也许会有柳暗花明的那一刻。每周1至周4晚间10点，《延禧攻略》。感谢罗琳雅、苏生一冠名播出。没想到史奈达的人真的派一个卧底上船，把这个人找出来，记得留活口。怎么解释？我不明白你的意思。这些都是你做假账的证据。这张照片应该只有在我跟郭耀森的信件里，为什么你会有？今晚10点台视频道，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怎么样，美不美？太危险！它是干柴呢，你确定你们两个不会烈火吗？绝对不会。看球。我这样会被球打吧？打完了。你不要当我女朋友。每周6日晚间7点，人际关系事务所。当我家生意，你好咧。你咧死后死计划嘛？无魂无体无路用，家己的宝就管袂着，搁想要管我？今晚什么情形啊？会晓讲好，有我较好咧。你可以不要这样吗？你哪只可偶啊？你这个布局，你这个金灰啦，可不可以不要这么丢脸啊？真受不了这男人。每周1至周5晚间10点。我跟你讲，这一点啊，就是我们台湾好，享受美食又不用花大钱。哇，这乌鱼子炒饭怎么这么好吃啊？我的习惯。食物能温暖人心，让自己不孤单。10月28日起，每周1至周5晚间10点，唯一继承者。得奖作品是台湾电视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台湾文创新势力从家乡出发，获颁文创产业新闻报道奖。优等奖台湾电视台。爱你不需要血缘，获颁社会光明面新闻报道奖。每个礼拜天带您寻找台湾感动力。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本周5起一次播出双线故事。台湾银行到领案真凶追，新加坡寄生上流，豪门血泪，最终胜者到底是谁？今年您绝不容错过的超夯神剧就在台视频道。每周5晚间10点，双线故事一起追。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我多了300个好友。好酒伫网底，看戏看人底。新闻上尾要来欣赏美国加州这栋3层楼高的芭比梦幻厝，最近和 Airbnb 来签约，让民众会当来住看卖。敢若开放这个月27、3天2暝，嘛敢若提供一组拢总4个人客会当来住，让人看一个戏，这个喙烂插插的，神魂嘛对伊去。新闻上尾带大家做伙来看伊，感谢你的收看，我是郭怡中，祝大家平安健康。没想到史奈达的人真的派一个卧底上船。